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到爸爸上帝，阮感谢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也感谢伫主里，阮有福气会当来敬拜你。阮也感谢阮教会来推动和平使者的灵命操练。阮已经进入到第2步，阮来看见家己爱负责任的部分的最后一讲，阮恳求主你来帮助阮。阮日常生活中，阮常常有这种冲突发生，但阮来先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前，希望一切拢会当应顺应灵。阮就会当对中间来学习真多，也带来会当将福音传互人的一种好的机会。主你帮助，阮伫即个和平使者的操练中间，毋但阮家己得到帮助，也阮所熟悉，阮甚至有即个冲突发生的，这嘛拢得到帮助。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人谦卑、敬虔、顺服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来明白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伫和平使者内底已经进到第6讲，即中间咱先看起讲，咱拢总12讲，所以已经进到第一半。咱在要冲突要来解决的时，有4个G伫迄所在。头一个是 glorify God， 意思是讲，咱来用光上帝做咱的主题。意思伫咧冲突中间，常常会带来即个好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就是你会当应神应灵，因为安尼来用光上帝。所以咱有讲到3讲，到第3讲的时候，讲到就是讲，迄个为什么即个神是咱要甲用光的？因为伊是有大权柄，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伊是美善，伊是好的，佮伊是信实的，永远无改变的。所以即个神真正值得咱伫遐来挖靠伊，咱伫遐来用光伊的名。然后咱了是，咱就进到第2步，要知影去甲别人讲以前，要讲别人毋对，还是互伊知影伊的责任的时候，咱来先讲看咱家己应该有的即个责任是啥物。所以到顶礼拜时，咱讲到即个冲突是对心来发起，对心伫迄个所在开始一直愈来愈大张，愈来愈感觉应该是你的欲望爱得到完成，所以来造成的。到今仔咱要讲起着认罪要带来自由。咱刚才讲到第2步是拢咧讲起咱家己的毋对，啥物愈讲咱就愈感觉，我足罪恶足重的，所以我会感觉愈来愈艰苦，我愈来愈苦楚伫咧是毋是？无，今仔要甲咱知影讲，你若有认罪时，你才会当真正带来迄个自由伫咧。当然过去两节课伫遐来讲着讲，真侪遮个代志的冲突。拢是用一寡时间，还是咱来当包容，咱来为着上帝的原因，咱伫个所在，就要莫去计较的时，其实遮冲突拢都能解决掉。若要讲别人以前，咱先讲咱家己。所以真侪遮咱来当放弃咱家己的权利的时，真侪代志就无必要伫迄所在来发生去。常常要有即个忍慈较温柔的态度，来当避免大部分的即个冲突伫咧。顶礼拜所讲起的，就是讲咱是有即个五相安怎产生，就是对你想欲即个欲望，然后进后一直愈想愈感觉，这是我应该爱得的，我一定爱得到的，就变做到你一定爱得到，袂当得到，就开始论断批评，伫遐讲别人的无好，最后甚至刑罚。那我得袂到，你嘛不爱互你得到，会共款即种。所以甲咱讲，咱要安怎伫即中间，即个五相要安怎甲除掉，只有单单一项。你着仰望上帝，你的心中若尊主最大的时阵，就遮个欲望无遐尼容易来变做即个五相。我毋知恁过去即礼拜中间，恁伫小组中间毋知有分享着啥物无？我参加小组中间有一位，伊伫迄个所在来见证，伊讲伊当伊看到即课中间时，才发现讲，原来过去迄段时间下伫心中迄个物件，就是即个五相。啥物代志呢？已经结婚8年啊，囡仔嘛已经生7岁啊，但是伊到前看到即课情的时，伊阁常常会想起讲，伊当时要结婚的时迄个情形。因为去年即个有工厂伫咧，因讲伊的生理较淡季的时是伫即个暑假7、8月的时阵，所以毋望伊的查某囝要结婚的时是伫卖伫要伫7、8月来结婚，但是伊讲即个5、6月的时是即个春天上介好，4、5月的时春天上介好，我敢袂当拣一个我感觉好势即个日子伫遐来结婚。但是去年人讲
还是因安尼较好，伊心内就开始生气。这是我一生一摆的这个结婚呢。我敢袂使有这种少女情怀的。我感觉我的这个婚姻都要受到咱的生理底下的控制。我敢袂当经迄个时间甲，愈想就愈气，愈感觉讲这是我应该得的，我会当坚持的。到最后，伊甚至讲，若无伫迄天生结婚，莫结婚啦。伊甚至讲出来这种话出来。啊，慢慢伊讲安尼2、3天，伊就倒伫眠床的，伊就是歹起来。啊，伊啥物代志拢歹做，做无言的抗议。到结婚了后的时阵，到伊看到这课本情时，伊佫定定咧，甲即个生死冤家中间是会佫提起这样代志。迄当时啊，你连我互我拣一个时间，来结婚，你就袂用的，啥物啥安尼？伊伫遐讲，伊发现讲，这就是伊的偶像。伊个玉梦本来原算伫安尼，警告伫讲我一定袂，无时我就开始安那，开始伫遐论断批评，开始甚至处罚。你后面咧发现代志拢提出来讲，伊讲伊即摆深深知影，咱人的即种偶像随时拢伫真多情形底下来发生，可能是真大，可能是真小。伫遐，阮会甲鼓励，因为安怎伊敢讲出来，代表伊已经得到头棒啊。伊讲我不再佫用即个做我的理由，伫咧冤家中间，伊佫提出来讲啊。我会包容这样代志，我会认真悔改这样代志。和平使者带来有真侪人的即种有真好的即种学习着，知影讲原来真侪问题拢是咱家己来引起的，所以要先倒转来思考咱家己。今仔日最后一个是要讲，当咱思考的时，思考了时，咱爱做啥物行动？所以就要讲，咱来认罪，认罪会带来自由的。啥物见摆拢讲到了家己的毋好，安尼我就感觉我罪恶感的。无，今仔要互咱知的是讲，你若认罪时，才会当真正带来自由的咧。你不再有迄种犯罪感觉的，因为主耶稣已经赦免咱。咱要进入到咱的这个课程时，咱将读拄仔这圣经节，咱做伙来读一遍。来，也按家己的罪恶的未行通，独认罪来改变的，要得到怜悯。而且讲，你若要行通，你要四过去到倒拢真自由，会当真顺来人，你就安那爱袂使加减你的罪恶，就是爱来认罪啦。后壁佫讲，咱若认罪，咱佫来改变了是得到上帝的怜悯的，因为上帝知影你有这个心是要行好代志，所以这个圣经节就是针对咱今仔日的这种主要的这个圣经节。咱来看这音乐内底讲到讲，咱的心中若有偶像的时，咱就敢若咱的灵魂得到这个癌症共款，癌症有一个绝对有效、佮免费的治疗方法，就是用耶稣基督福音。咱照着圣经、照着圣神、照着教会来帮助咱。但是，只我问你讲，你哪会知影伊是有效的？你哪会知影？你哪伊是免费的？免费的物件敢有效噶？咱定咧讲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无迄种免费的，那免费的物件敢有效噶？到底是啥物原因？我相信咱对圣经中间的时，咱会当常常看见讲。为什么这个是有效的？咱前个英光上帝中间有讲到，迄个是信息的上帝，是有权柄的上帝，是一个信息的上帝。所以伊讲的话绝对有帮助。咱看伊所有英文，圣经中间英文大部分拢已经实现了。所以这个有效，你就要相信伊，因为是对上帝伫遐互咱应允。为什么是免费？伊知影咱人付袂起，咱无办法想要为着家己会当。付出什么来得到救？所以单就是因为伊听咱。这对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就讲哩：为何上帝要来帮助咱？因为伊听咱。那呢时阵，伫你中间，咱有啥物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啊？无？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就讲，上帝听世间人，所以伊特别互记那信伊的人，袂沉沦，会得到永远活。所以讲真做信伊的人，所以咱的付出的代价是啥物？就是真做一个信伊的人。但是我要问讲，咱哪会知影证明讲你是真正信耶稣？你要安怎证明讲你是真正？你是干那嘴讲那定，还是干那你行在人地讲你是真正信耶稣？还是你是半信那定？毋知写信，毋知写无信。耶稣为着咱世间人的罪来死的时，伊毋是干那要互咱甲上帝中间的这个关系搁好起来，
伊嘛爱咱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嘛爱好起来。咱若看这十字架，主耶稣顶伫中间的时，顶头个甲是上帝甲咱的关系，透过主耶稣搁好起来。两边的是啥？人甲人中间，以及你甲你的关系。所以主耶稣来，毋是干那要修正咱人甲上帝即个关系。主耶稣来是要互咱甲上帝、甲人、甲家己的关系，拢总得到和谐。所以咱若伫三部分拢得到和谐的关系时，来证明咱真正就是已经信耶稣，毋是咱会当，是因为咱已经变做新的人啊。现在个活，毋是我咧活，乃是基督伫我内底咧活。我是一个新的人，所以我才会当安尼行出来。所以咱只要要来问讲，咱要安怎来修补？要安怎来互咱人甲人中间即破碎的关系会当好诶？因为即个信耶稣以后，咱付出的代价，咱就是信耶稣。信耶稣的时，咱看见啊，上帝已经做一部分啊，伊准备要互咱，伊甲透过耶稣，咱人甲伊较好啊。但是剩的有部分是咱甲人中间，咱甲家己中间，而且破碎的关系，咱就要安怎来付出。所以今仔咱就是要三个来学习即个部分。头先咱来看伊讲，咱若要互咱人甲人的关系破碎的关系，会当得到修正起来时，咱有4个行动爱来做。头一个就是咱来悔改，第二咱来自我检查咱家己，第三爱认罪，第四爱来改变。这是一个顺序来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头一个悔改就是啥？悔改就是你的动力，你的心愿。我知影我家己要悔改，有人做毋对时，根本无要悔改。我知影我做毋对 ，so what？ 安怎？你若看遐飙车主人就是安尼，我拍人，我就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伊未悔改，伊知影伊毋对，伊嘛未悔改。迄是头一个你来有感觉我有心底出来，我准备要来悔改，这是一个动力。甲你的心态表现。第二是安那，我会知我到底犯了甚物罪，爱自我伫遐来查看觅。第三是安那，你爱真实的悔改，咱真实的认罪，安怎来认罪？咱较容易讲的。第四就是啥？你要行动出来，我真正来得到改变。咱若伫即个经过即种修正的种行动了的时阵，咱会对罪甲即个冲突中间，要真正来得到自由。所以咱来看头一个悔改。悔改毋是讲咱靠咱家己会当做正的，咱是需要上帝的即个帮助伫咧。伫即个提摩太后书第2章24节到26节，伫迄个所在讲检测上帝互因反悔，通来捌真理，也家己醒悟来脱离魔鬼的活斗。原来就是要有上帝要互人有反悔的心，你才有办法认捌即个真理伫咧。真理伫咧时，你才会当醒悟起来，才当离开魔鬼的即个火罩伫咧吼，伊的即个罗网、伊个网伫咧。咱靠咱家己是无办法，咱只有转到上帝面前，就是倒到咱冲到头一个阶段的，一切拢爱用跟上帝来做开始去。咱有简单的即种表面的抱歉的即种意思的时，这是干那表示讲，伊为着伊可能爱承担的即种后果，伫迄个所在真艰苦。当伊即个后果已经无的时阵呐，伊就开始佮大部分开始佮重复，佮伫遐做共款的代志。伊只不过更加较小心的，毋通佮去互掠着。我点样学习到即个功课是安怎卖互掠着？这毋是真正的抱歉，毋是真正你想要悔改。真正的悔改是是爱表示讲你对心内伫迄个所在来发起的，伊是思想的即个改变。你家己想着讲家己的想法。家己的态度、家己的价值观、家己的目的毋对，所以我家己来处罚我家己来谴责家己，讲我犯了罪啊！我犯了上帝无下伫上帝心意即罪，所以我愿意要倒转来。真正的即种悔改的时阵，照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的第10节，伫遐所讲的，你会生出迄个无有后来的退悔。没有后悔的懊恼来，你袂搁伫遐个悔，安尼真懊恼伫咧。因为你伫上帝头前一句话讲，愿顺上帝的烦恼生出反悔。因为你照着上帝旨意伫迄个所在，你来认真来悔改，所以你袂搁感觉呢有即个罪恶感搁伫咧，没有后悔的懊恼来，这才是真正得到即个
真正即个悔改伫咧，